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》，我係民主。你看我背後這個吊橋，你就知講我來到南莊嘞。這南莊啊，就動到嘅還有上音。到底這些年輕人回家鄉做了什麼新鮮事呢？讓我們一起來去看看吧。聽說你們最近又收集更多農民朋友的東西來這邊來販售，因為台三線主要是米，然後柑橘，還有茶葉。在南莊這邊，以前都是年長一代的。对，可是你们要怎么样年轻一代跟他们长辈一起做连接，帮他们贩售呢？我们必须要花很长时间跟他们培养感情，真的，让他们完全信赖我们。南庄算是一个很古老的乡镇，从以前它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转运站的地方，对，那现在可以有年轻人回来，真的很棒。你刚才有讲到，一直提到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农民啊，农民朋友，农民的客家话你会讲吗？港种音，没错。那你刚刚有讲到最近一系列出产很多米的产品嘛？那米的客家话你会讲吗？米，对，米。像你刚才说到，不管我们在地的班庄茶也好啊，米也好，这些鸭蛋，像你们帮助他们做这些变化之后，这些的收入你们会来回馈帮助他们吗？当然会啊，因为没有这些人，我们怎么会有这些食材可以使用？所以最大的利益回馈应该就是要回馈到他们身上。你刚刚有说到像这些所得，我们都会再回去帮助这些农民。对，今天我们就来学这句客家话，就是将所得回馈给农民。就是叫做老所得回馈本港中音，对，老所得回馈本港中音，对，谢谢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南庄，有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重新做耕耘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新的潮流哎。重点是我们也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农民，港种音，港种音。第二个呢就是米，米的客家话就是米，米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将所得回馈给农民，老所得回饋本港中音，老所得回馈本港中音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